3900 yen， 包接送、包浸，仲包埋個酒店級自助餐。放假啦！打工仔嚟到北海道札幌，歡迎訂閱呢個頻道，有你嘅支持好重要。今集會介紹一間札幌近郊嘅高級溫泉酒店提供嘅超值日歸溫泉 plan， 3900 yen， 包接送、包浸，仲包埋個酒店級自助餐。當食碗拉麵都要1000幾 yen 嘅時候，3900 yen 呢一個價真係真心抵啊！所以深受當地人歡迎，經常爆滿㗎。不過放心，我哋會講埋點樣預約，敬請睇到片尾。先介紹今次嘅高級酒店，佢就係定山溪學雅休閒度假溫泉 SPA 飯店心之歌。佢係嚟自北海道著名嘅溫泉度假飯店集團學雅集團。學雅集團咧喺北海道唔同嘅溫泉區咧都有高級嘅溫泉酒店。嚟北海道旅行嘅朋友可以留意下學雅集團嘅酒店，質素都幾高，而且豐儉由人㗎。翻嚟心之歌，佢係位於札幌市郊著名溫泉小鎮定山溪。同札幌嘅距離大概1小時嘅車程，佢免費嘅送迎巴士服務咧就喺真區內地鐵站度接大家嘅。由札幌出發搭地鐵到真區內車站，車程18分鐘，車費290 yen。一出真區內地鐵站之後，左右兩邊係有巴士站嘅，但係心之歌送迎巴士嘅接載位置咧就唔喺呢兩邊，需要過馬路再向前行多少少。可以睇返呢一幅圖，準時10點半開車，車程30分鐘，大概11點鐘嚟到心之歌。一嚟到心之歌就排隊登記俾錢拎毛巾。如果女士想用岩盤浴嘅話，或者需要回程嘅送迎服務，就喺呢一個時候就要講俾酒店知啦。登記完之後喺大堂再等多陣。由於人數眾多，覺得大堂嘅空間都有啲略為不足。11點半大浴場準時開放。大浴場嘅面積都算大，同時間可以容納幾十人，比起剛才喺大堂嘅感覺更加寬敞。最特別嘅係佢高樓底，再加埋透明玻璃嘅設計。陽光可以透過大玻璃入到浴場，我哋喺室內都可以望到外面嘅樹林。露天風呂嘅大細適中，可以容納10幾人。呢一度嘅溫泉泉水咧清澈透明，略帶點鹹味，因為佢係屬於中性嘅食鹽泉，鹽分會黐住喺皮膚上面，防止你浸浴嘅時候汗水蒸發，有呢個保濕同埋保溫嘅功效。另外，大浴場裡面都有一個細細地嘅桑拿房。大浴場裡面使用嘅個人護理產品都可以喺酒店大堂買到。嘆完溫泉出返嚟，喺大堂位置休息一陣，就差唔多午餐嘅時間啦。自助午餐時間1點鐘開始，望住雪景嚟用餐真係正啊！食物就係放喺呢條通道嘅左右兩旁。末端咧就係飲品區，咖啡、茶包、果汁乜都齊。同大家睇下有啲咩食。除咗基本沙律菜之外，仲有一啲已經調味嘅沙律，有不斷 refill 嘅三文魚同埋魷魚刺身，提供多款熱食，包括有 pizza、魚柳、汁煮嘅洋葱、蓮藕、薯仔、燒賣、棒棒雞、肉絲炒麵、蒸嘅番薯。一般自助餐嘅熱食都係以肉類為主，再加一啲澱粉質，例如粉麵攤檔，令到你食到飽飽走人。呢度嘅熱食係多款嚟自北海道嘅食材，食得健康，味道豐富。
最推薦嘅係甜品區，提供多款嘅甜品，有窩夫同埋雪糕。呢兩款呢喺酒店大堂都一樣有賣㗎。我覺得佢嘅自助午餐比起個溫泉體驗更加出色。3900 yen 港幣200蚊左右嘅價錢，就真係真心抵玩。食飽之後仲有啲時間可以喺酒店附近周圍行下，欣賞下雪景。3點半就搭回程嘅送營巴士返去真區內地鐵站，大約4點鐘我哋就結束我哋日歸溫泉嘅行程啦。嚟到心之歌官網，選擇返日本語，因為其他語言未必可以去到登記頁。見呢一個字之後揀返 Lunch Buffet 日歸入浴。日歸溫泉 plan 平日星期2、星期3定休日，其他日子都有供應嘅。星期6日咧就容易爆滿，所以酒店方面都安排咗2個時段俾大家選擇，即係浸完先食或者食完先浸嘅方案。當然浸完先食就比較多人揀啦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盡早預約。以我嘅 booking 為例，預約2月16號冬日旺季嘅服務，就需要個多月前，即係1月6號嘅時候登記先至可以成功預約。喺同一個頁面拉到去呢一個位置，就會去到登記頁面，揀返人數、日子、時段、數量，再入埋你個名，2行入晒英文名都冇問題，唔需要填平假名或者片假名。佢亦都接受香港電話號碼作為登記。確認埋之後就會收到電郵通知，最遲活動前1日取消都可以嘅。取消之後亦都會收到電郵通知。如果需要佢嘅送營巴士服務，成功登記溫泉 plan 之後，就需要喺活動前最少1日嘅下晝5點鐘之前電話預約，或者返去心之歌官網中文版聯絡我們嘅頁面，喺活動日最少5日之前，以英文或者日文填妥同埋遞交表格，聯絡酒店安排送營巴士俾你。今集內容到呢度，中意本集內容俾個 like，訂閱呢個 channel，下集再見，多謝收看，拜拜。